加快推進奧琴國際教育大學城嘅建設，按照統一佈局、協調設計、開放共享嘅原則，加緊進行規劃同埋建設，通過延伸辦學，擴大澳門高等院校嘅發展空間，推進澳門國際綜合旅遊文化區嘅建設。2026年將開展澳門國博文化館嘅建築概念設計工作，同時爭取國家文旅部給予支持同埋指導，加快推進澳門珠江西岸國際航空運輸樞紐港嘅建設，重點推進橫琴前置貨站嘅主體工程，有序推進澳門科技研發產業園嘅建設，做好產業園嘅發展規劃，同步積極進行招商引資，爭取中央部委對產業園嘅支持同埋指導。喺澳門科技研發產業園落成運行之前，設立澳門國際科技產業中心，善用現有資源，提供空間載體，吸引集成電路、人工智能、數字科技等領域嘅科技企業項目進駐同埋發展。